各位早晨啊，咁歡迎你哋今日參與我哋呢個講座啦。咁我哋今日好榮幸邀請到尹世全教授嚟同我哋做呢個分享嘅。咁尹教授係現任嘅Project Management Institute 香港分會嘅副會長啦，同埋 AI 特別興趣小組嘅主席嚟嘅。咁同時佢亦都係擔任咗好多間專業機構嘅首席顧問啦，同埋培訓師。咁唔嘥各位咁多時間啦，咁我將呢個時間交俾尹教授。係好，唔該晒。好，今日咧我嚟到呢度咧，好開心啦！多謝 Hong Kong U Space 咧邀請我咧講下咧上年 Policy Address 咧行政長官咧推行呢個 AI Plus 嘅 strategy 啦。咁我哋項目管理協會咧就將世界 global 嘅標準咧其實帶咗嚟香港。咁我哋咧之前咧其實已經做咗唔同嘅 publication 啦。咁今日亦都好開心有機會咧同 Hong Kong U Space 嘅stakeholder 啦，同埋啲 learner 啦，可以咧有一個分享。咁今日我講嘅題目係咩咧？就係以全球 AI 嘅標準咧，推動香港整體嘅策略轉型。嗱，咁我要講一下點解呢個 topic 好重要先。因為咧好多人咧喺做 AI 嘅時候咧，或者學 AI 呢個風潮之下咧，好多時咧都會話我學識Copilot 啦，我學識 Gemini 啦，咁我就叫識 AI 啦咁樣。其實咧喺我哋嘅角度咧，呢個咧唔係一個最正確嘅觀念。點解咧？識得學、識得用佢咧，只係其中一小部分。但係如果你識得管治佢、識得控制佢咧，你先至係可以作為一個人做翻一個人應該要做嘅嘢，就唔係受住 AI 去管治一個人，係人管治 AI。嗱，第一，因為呢啲有好多敏感嘅話題啦，例如大家嗰個工作上會係點樣；第二就係嗰個法例上亦都點咧。今日咧我就同大家深入剖析啦。咁所以今日我哋嘅聽眾咧，主要係兩類人士，因為市場上好多焦慮咧，就係AI 會搶走份工啦。咁所以咧，我哋就唔相信呢樣嘢嘅。所以我哋咧其中一個咧就係呢個職業轉型嘅人士啦。呢個 course 點樣幫到你？第二咧就係好多人都發覺即係基本嘅工作咧，其實已經冇咗啦咁樣，所以令到應屆嘅畢業生咧就業好困難咁樣。有啲 statistic 講咧，其實已經跌咗60-70%咧，基本上佢哋揾唔到工。但係我哋都想講呢樣嘢係錯㗎，因為係一個技能錯配、了解錯配。咁我哋今日咧亦都會話俾你聽，點樣可以協助一個畢業生咧，佢畢業嘅時候或者喺畢業之後1-2年可以揾到一份適合嘅工種 related to AI 俾佢哋。好，第一個咧，我一定要講一個好殘酷嘅真相啦。嗱，呢個咧就係一個市場上非常出名嘅 research 機構啦。佢喺上年咧嘅年尾咧就已經做咗一個 research 咧，就發現咧其實依家咧全世界嘅 AI 項目咧，大部分咧都係失敗嘅，大部分都係失敗。咁最搞笑咧係咩咧？就係如果大家仲有印象咧，喺20幾年前咧，其實互聯網啱啱出現嘅時候咧，推出嚟嘅時候，大家都有一啲恐慌嘅。咁現實上咧就係唔係技術上咧有乜嘢問題喎？反而咧係一個管治上啦，市場人才嘅錯配啦。但係呢個都未算最致命，我哋發現最致命嗰個地方係邊度咧？就係我哋嘅企業同埋我哋企業嘅 HR、Finance， 佢哋唔明白 AI 轉型嘅重要，同埋如何去管治佢。嗱，我哋最新收到嘅 research 咧，就係我哋發現到咧，好多時咧，我哋可能走去同事去學 AI 嘅嘢嘅時候咧，我哋都要透過 HR 去申請啦。咁發現咧 HR 咧根本就唔知咩叫 AI， 而導致佢唔批你去學 AI， 咁成間公司嘅發展咪停滯不前咯。咁好啦，咁你會話唔係啊 ？HR 亦都會問 finance 啊，弊就弊在大家要知道，finance 嘅人係咩出身 ？accounting 出身。如果佢哋唔去主動學 AI 嘅話咧，變咗咧佢哋就會話乜都會問啦。AI 會唔會做到呢樣㗎？AI 咧會唔會可以自動做到呢啲㗎 ？AI 可唔可以做到呢啲㗎？佢其實 AI 咧嗰個唔係一個 deterministic 係 probabilistic 嘅特性咧，其實係不可能將所有嘢100% 肯定咁去回應㗎。咁樣我哋又過唔到 finance 嗰 part 啦。當你過唔到 finance 就過唔到 HR 咧，成間公司咧轉型咧就冇得轉型咯。跟住就咁之前咧科技轉型 cloud 啊嗰啲已經出現過一次，今次呢個風潮仲大，因為 AI 嘅特性已經唔同。咁好啦。個原因係咩咧？你會見到我張 slide 都有講啦，就係唔係因為技術故障嘅，而係因為咧缺乏有效嘅治理管治呢個先係最重要嘅問題，就係識得用
但係你唔識得管佢嚇。因為簡單嚟講，我俾個例子大家，就係兩夫婦大家結婚咧都識得生仔㗎，但係生完個仔出嚟，如果唔識教嘅後果係乜嘢啊？嗰個細路咧本身咧可能會做錯咗好多錯事啦，甚至上好多責任上嘅承擔，咁不如唔好生住啦咁樣。呢個就係一個非常直接，而且我哋發現到喺現今企業改進一個企業嘅改革裏面最大嘅障礙就係缺乏認知。好啦，另外啦就係我想講下就係嗰個應屆畢業生啦，咁都講過啦，就係有成60-70% 新嘅 job 喺香港咧，其實已經 for 應屆畢業生已經係降低咗啦。咁因此咧，應屆畢業生係唔會減少嘅喎。嗱，最新嘅 statistic 你都會見到香港咧有成接近10萬嘅畢業生喺大學裏面，包括政府資助同非資助。內地仲誇張，1200萬畢業生。但係如果佢唔好話60%啦，淨係1成嘅工作少咗咧，其實大學已經有好多人去爭呢個市場。而爭呢個市場咧，唔係純粹你畢業揸住張證書可以去做到㗎，因為咧你又係咪僱主需要先至係重要啦。咁所以咧好多時咧啲僱主就問啊，你讀完書嗬，佢就會問一個咧好唔 logical 嘅問題喎。佢會問咩咧？你有冇 AI 嘅工作經驗㗎？你有冇 AI 咧？學過 AI 應該點樣做㗎？你有冇知道點樣管治 AI 㗎？咁會不斷問。但係你諗清楚呢個問題本身就已經唔合邏輯。一個啱啱畢業嘅學生又點會有用喺商業上面用 AI 嘅經驗嘅咧？咁樣一個accounting 嘅畢業生，無端端佢又點識 AI 嘅咧？一個 BBA 嘅學生，咁佢又唔知道 AI 點運用喎。咁所以咧，基本上咧呢個問題咧就係僱主對學生嘅期望同埋香港教育制度上面嘅一個 mismatch。但係唔緊要，我哋有乜嘢啊？ Hong Kong U Space 嘛。因為 Hong Kong U Space 點樣 match 到呢個需要咧？就係因為咧喺同學咧學緊上緊大學嘅過程裏面咧，如果能夠配合一啲國際認證嘅標準、國際嘅方法論同埋全球嘅認證嘅話咧，你畢業嘅時候咧，其實你已經擁有一啲 certificate 咧，係一啲專業人士已經擁有嘅。咁簡單嚟講，就係你一入嗰個工作崗位，即刻可以提供價值啦。呢一個先係最重要嘅分野啊嘛。第一樣，第二樣嘅分野係咩咧？佢依家嘅僱主期望乜嘢啊？佢期望咧係你未畢業之前已經有工作經驗。再講一次，係未畢業之前已經有工作經驗，唔係你畢業之後我仲要教你，因為冇人會有錢 resource 去教你嘅，尤其是喺一個經濟下行嘅過程裏面，佢一定請一個有經驗嘅人。咁所以喺個過程裏面，我哋又點樣可以，譬如話喺暑期嘅時候啊，或者平時上堂空檔嘅時候，會唔會去做一啲大公司嘅 part time 咁啦？咁我自己咧就因為教好多間唔同嘅學院啦，都有請我哋去做嘉賓啦。根據我嘅交流咧，其實好多資訊科技嘅公司咧，佢哋係非常願意請大學生做 part time。嗱，如果你能夠做到佢哋嘅 part time 啊，或者 summer 做一啲 internship 啊，咁你畢業嘅時候，其實你不特止有呢個工作經驗，再加上你有 AI 嘅能力，跟住你去 apply 一個工作崗位 match 到僱主嘅需要，呢個就係今時今日作為初畢業生嘅致勝關鍵，揾工嘅致勝關鍵，同埋你 career 嘅發展咁樣。希望幫到你哋啦。咁第二個咧，我亦都想講下咧中年危機啦。嗱，呢個中年危機咧喺香港依家非常之普遍，而且非常之嚴重。例如係最近2間香港最大嘅銀行合併啦，咁咧就將好多嘅崗位咧即時削減。咁咧當你削減嘅時候，你就會去揾工啦。市場上又會多咗一批人揾工喎。但係最弊嘅問題係呢度啦，你懂得一間公司嗰個能力、學習到嘅能力、運作同經驗，同第二間公司嘅需要係咪 match 咧？因為依家全世界公司都講緊係轉型，大家都要識 AI 嘅管治。但係如果你間公司本身冇用到嘅，你已經係落後別人啦。好啦，就算係你間公司用咗，咁我就會問啦，你識嗰啲嘢係咪國際認證㗎？你識嗰啲嘢啱唔啱我公司用㗎？因為你學嗰啲 AI 好可能淨係嗰間公司用，去到大間公司就即時唔啱用嘅話咧，我俾一個例子嚟。如果你舊公司係淨係用 Copilot 嘅，
去到第二間新公司，佢係用 Gemini 嘅，佢話你唔識用嘅，咁你咪重新學過咯。所以咧，我哋發現到咧，其實最切合一個轉型人士嘅需要咧，係應該學國際認證。嗱，因為國際認證咧，你就好似一個 accountant 咁啦，好似一個 lawyer 咁啦，好似一個醫生咁樣。你考咗個認證之後咧，係全球通用嘅，咁你嘅價值咧先至會最高咯。咁我哋發現到咧，喺香港政府行政長官喺2025年推出 AI Plus 嘅施政報告嘅 strategy 裏面咧，咁如果要協助到全民去嗰個就業情況要提升，同埋令到你哋喺 AI 嘅時代之下提升到你哋可以就業嘅能力同情況咧，學全球嘅認證咧係最切合你哋。咁你亦都可以考慮下。咁而我亦都發覺到啦，喂，啲好多同事話轉型，我已經人到中年咯喎，好難學㗎喎。呢樣又即係以前我哋嘅概念係讀完大學就以後都唔使學嘢㗎啦嘛，咁樣嗱，我要再重申一次，呢一種咧係我稱之為舊觀念。而如果你係有呢一種舊觀念嘅話，依家又面對緊fresh grad 或者係轉型嘅話咧，可能要調整一下。嗱，你考慮一下，世界不斷喺度變更，佢變更嘅嘢，你要隨住時代步伐增加自己嘅 value。第一，第二，由於嗰個商業上嘅改變，而政府都變喎，係咪啊？咁佢有新嘅技能要求，呢個亦都好正常啦。咁你喺現今嗰份工或者現存你已經有嘅 certificate 裏面，未必有最新嘅技能㗎嘛。咁所以咧，你 keep 住去學習咧，已經係我哋未來職場上嘅必要條件。如果你冇做到呢樣嘢咧，我會覺得咧就係你都冇學習嘅能力啦。點解我唔去請一個啱啱畢業嘅學生咧去請你咧咁樣？但係轉型嘅人士唔使擔心啊！喺呢度，通常你做緊嘢嘅人咧，你上有高堂下有仔女啦，咁你又要供樓，你好多嘢要負擔，你一定會繼續努力嘅。咁但係繼續嘅努力嘅過程咧，唔係盲目咁去做，因為咧依家咧好多工業咧，由於喺 AI 嘅 era 咧，其實已經消失嘅啦。我亦都好坦白同大家講，喺過去裏面咧，你會見到咧有幾個職業咧係非常之蓬勃嘅，例如過去20年 accounting 係好蓬勃嘅 ，audit 好蓬勃，但係非常可惜，佢呢一類嘅工種咧，其實我哋稱之為係 rule base。嗱，咩叫 rule base 咧？就係大量嘅決定性，只要有一個好客觀、好科學性嘅方法去決定嘅話咧，基本上係唔再需要人類。咁所以 accounting 呢個 field 咪突然之間 drop 得好犀利咯，因為既然我揾 AI 一個代10個，我咪唔需要你咯咁樣嚇。咁所以咧，你發展嘅時候咧，你都要發展一啲咧係 AI 咧做唔到嘅，我哋需要人類管治嘅，用翻人類特色嘅，你先可以去係嗰方面嘅努力。譬如話，如果你係一個 accountant 咧，我就唔係好提議你再去 account。即係 scientific accounting 嗰邊佢深造啦，因為你咁樣做咧，其實你個 value add 咧唔及你學 accounting 嘅人工智能管治嗱，因為 accounting 本身佢都要揾人睇住個 AI 如何管治 AI 嘅 accounting 嘛，咁而喺學習呢個過程，由於你有良好嘅 account 嘅背景，跟住再加埋 AI 去管治佢，你咪一個識 AI 嘅人代替咗10個普通嘅 accountant 嘅出現咯。咁呢一個先係一個正確學習嘅 mindset 同途徑咯。我希望呢一個部分咧，亦都幫到大部分嘅轉型人士，因為我哋成日都收到一啲轉型人士好多嘅恐懼同焦慮喺度嚇。好啦，咁咧睇下先喺企業方面咧，係啦，所以我頭先最後嗰句啦，你見到我個 PowerPoint 都有寫啦。今時今日唔好再抱住只要你努力就會有工作做，就會有提供到價值呢個概念啦，冇㗎啦，改啦。你係應該選擇一個正確嘅路向。跟隨世界大勢嘅趨勢嘅轉變，香港同內地同地球整體政策嘅轉變，加埋全球嘅標準去行咧，呢個就係最準確、最適切嘅途徑啦。希望幫到大家。好，咁喺呢個 AI 時代嘅機遇，頭先 mention 過下特區政府嚇嗱，點解我要 mention 呢一個咧？就係因為香港特區政府咧。你見到咧，通常咧政府咧去 adopt 一樣嘢或者去用一件事咧，佢哋都會採取一個相對安全嘅思維嘅，就係嗰樣嘢相對比較穩定啲啦，嗰樣嘢咧相對比較已經有標準化啦，咁咧佢去運用咧，所以咧令到件事好順暢同埋好有信心嘅。但係今時今日咧，我可以同你講非常之可惜，AI 嘅發展同埋轉變咧已經超乎晒我哋想像。
而超乎嗰個力度咧，簡直咧，就算我哋啊 professor 喺呢個 field 度做緊嘅research 嘅人咧，都追唔切。嗱，譬如大家最近都聽到啦，就係上2個月突然之間有隻龍蝦走咗出嚟，咁我亦都可以好肯定同你講，上2個月隻龍蝦啫，下2個月我估咋就會出現條鯊魚噶啦，再下2個月咧就出現隻恐龍出嚟，根本快到咧大家都未 adapt 嗰隻嘢已經 expire 咗啦 ，expire 咗。咁嘅話咧，其實如果你 keep 住話，咁我唔學住咯，遲啲嘅話咧係冇呢個選項啊，因為如果繼續 keep 住遲啲嘅咧，就簡單嚟講就唔使學啦，因為佢不斷喺度轉變啊嘛。咁而特區政府已經一早咧受到好大量嘅顧問同大學嘅 reference 啦、research 嘅 reference 咧，就發覺咧，如果唔 adapt 嘅話咧，基本上咧你個轉型就個步伐就會好慢。而我哋嘅市民需要到政府嘅服務咧，又由於市民對 AI 嘅認知好高咧，就會不斷要求同提升喎。咁政府咪會受住一個好大壓力咯。所以政府喺2025年9月咧，從來未有過嘅施政報告嘅一個向前嘅方針係咩咧？去 adopt 一樣非常新穎嘅嘢，就係 AI 啦。佢不特止要係希望嗰個運作上提供到俾市民良好嘅服務，亦都要求每一位公務員都應該要學。但其實呢個咧，我亦都因為今日我嚟自Hong Kong U Space 嘅學院啦，同埋業界嘅代表啦，我亦不諱言話俾大家聽咧，其實呢個情況咧，同新加坡係一模一樣嘅。新加坡仲要比我哋政府再早咧，已經要求所有中高級公務員必須學習 AI 嘅管治。有咗 AI 嘅管治之後咧，我哋就可以切合同其他嘅外判商、其他嘅服務提供者適切地合作，推進成個嗰個政府嘅運作上嘅提升。呢一個先係目標。咁而香港政府咧，亦都係好快咁樣向前行啦，亦都好快咁樣推出咗呢一個。咁我哋 Hong Kong U Space 當然係支持特區政府向前一齊向嘅呢個轉型做法。所以我哋咧就諗嘅咁引入咗，我就代表項目管理協會啦，就引進咗全球 AI 項目管理嘅管治模式標準、方法論、領導方法同埋嗰個叫做 framework 個架構入嚟香港。咁而呢啲咁嘅培訓咧，我哋已經提供咗俾公營機構啦、半公營機構啦、私人機構咧，都有好多已經發展咗啦，已經發展咗。而我哋亦都好開心咧，亦都可能未來有機會咧，會同 Hong Kong U Space 合作啦。咁呢個 AI strategy 咧，係再重申一次，唔係香港冇人才，係暫時啲人才嗰個能力本身同市場上嘅需求有啲錯配咯。咁而呢個錯配咧，我哋希望能夠協助到佢 match 到呢一個 gap 嘅，減低呢個 gap，幫助到香港整體社會向前邁進啦，幫助更多人可以揾到工做啦，同埋最重要梗係提升香港同埋國家嘅競爭力啦。咁你會問啦，咦？咁你話講咗一啲 AI 嘅標準啊、全球認證啊嗰啲出嚟嘅時候，其實 AI Plus 嘅 methodology 啦、leadership 啦、framework 啦、標準嘅領域，其實係啲乜嘢咧？咁樣咁嗰個例子咧，就好似我頭先講嗰個 accounting，即係會計嗰個情況，記緊你幾十年累積嘅，如果你係一位轉型人士，你幾十年累積嘅你嗰方面嘅專業知識咧，係完全有用有價值嘅，要對自己咧有信心有專業性。好似呢個兩個波波咁樣，其實呢一部分你嘅知識領域係非常重要嘅。只係喺呢個領域上面，我哋要加一重，如何喺呢個領域上面管治到你個領域嘅 AI， 再 match 埋依家公司高層佢哋企業管治嘅理解。嗱，正如我頭先講啦，好多時咧點解間公司轉型失敗咧？就係 HR 唔識 AI。CFO 唔識 AI 就全部加 away 所有人去 approach 佢哋，我都唔識啊，唔好搞住啦。而 HR 亦都驚我俾人取替 ，CFO accounting 亦都驚俾人取替。但係如果我哋能夠令佢明白咗，其實咧 AI 管治已經唔係某一個功能上面需要，係整間管治嘅需要，而令呢一班嘅持份者明白嘅話咧，佢哋都一齊做埋個 AI 領導嘅話，成間公司轉型咪會容易成功咯。嗱，呢個先係最大嘅困難，真係重要嘅説話講3次。技術已經唔係問題，
供應商唔係問題。一路發展，我哋電力上啊，或者係我哋 hardware 上啊，軟件上，完全都唔係問題 ，network 上都唔係問題 ，bandwidth 都唔係問題，係嗰個決策者嘅問題。依家決策者有冇認知？如果我哋咧可以打破到呢一樣嘢，去令佢理解嘅，其實成個轉型將會非常成功。但係我亦都可以好肯定咁同大家講，呢個現實係非常殘酷嘅。非常非常殘酷，大家會見到咁多企業喺呢個經濟downturn執笠，你就會明白㗎啦。如果一間企業喺大家喺同一個 feel 裏面，一間企業係有用 AI，一間企業冇用 AI 嘅話，AI 有用 AI 而用得有效率，符合到法律嘅框架、國際嘅法律框架之下咧，佢嗰個發展同轉型可以極度快速，而導致冇發展 AI 嘅公司咧，佢會完整地被叫做點啊 squeeze out 咗。咁依家呢個情況咪正係就係好似賣兩餸飯咁，佢就唔要門面大嘅，淨係賣兩餸飯，賣完就走嘅。佢咪搶晒一啲restaurant，佢有一個租一個好大嘅環境咁樣咯。咁所以你轉型同唔轉型咧，其實會引發你個生意嘅改動嘅。咁呢一個咧，我希望大家要留意，同埋你亦都可以做呢個公司對 AI 理解嘅橋梁。咁好啦，咁一個新嘅 AI 領袖，我哋發現有3大核心嘅能力嘅。第一個就係，正如我頭先講啦，其實好多時係高層唔明白 AI 係點做，同埋我哋發現高層咧，根據我哋嘅 research 咧，佢好驚變。嗱，你要明白，通常第一高層做得高層嘅，佢都比較有經驗，或者年紀上會比較大嚇，佢哋受住傳統嘅學習模式去 frame 佢哋做依家嘅生意，而過去嘅傳統學習模式令佢哋成功咗好多年。你叫佢突然學一樣咁新咁新穎嘅轉變咧，佢哋唔容易去接受嘅。如果佢哋揾唔到一個 trust 嘅consultant 去做，咁所以你嘅語言技巧、諮詢嘅能力要好強啊。好啦，第二就係佢哋必定會問你，就算令佢哋溝通強，我學嘅嘢係咪全球標準先？你學咗全球標準，我哋可唔可以 sustainably 長遠用到？嗱，呢個係好關鍵嘅因素，因為你既然講得 AI 變得咁快，如果我學一樣嘢，我投資咗100萬俾一個好有價值嘅同事，而嗰個同事佢3-2年之後就走啦，咁我點解要投資俾佢咧？咁樣嚇，佢都會有呢樣嘢。第二就係我哋學咗嘅嘢咁快飛歐，咁我永遠都追唔切啦。咁因此咧，學 AI 咧其實有好多唔同層次，其中一個層次咧，你就應該學一啲 ISO 嘅管治全球認證嘅層次，因為通常呢啲管治咧佢都會變，但係通常3、5、7年咧佢先會變一次嘅。佢唔同你學習一啲工具，工具本身咧係不斷推陳出新嘅，不斷咧會被飛歐嘅，呢個要考慮啦。第三就係有冇能力一個商業變現啦嚇，譬如話好似嗱，我啱啱收到咧一個 email 啦，嗰個 email 咧就話，你哋個學會咧有一個 website 咧嗰個就嚟 expire 啦，你哋會唔會 continue 嗰個 website 嘅 registry 啊？咁佢個 email 好好嘅喎，裡面有埋一個掣，一撳落去咧就即刻俾錢啦，即係俾錢。咁即係話咧，你成個提出要求，直至客戶明白，直至到客戶需要完成成個 deal 嘅過程咧，都唔使1分鐘可以做晒。咁因此呢個咪就係商業變現咯。你能唔能夠做到呢個？如果你做嘅嘢，譬如好似我曾經有個朋友，佢喺做一啲公營機構好大型嘅 project，佢同我講我係做工程㗎，不過咧我過去10年由於我好高級，唔需要落工程工地去做嘢嘅。咁我話你每日喺公司裏邊做咩㗎？咪將啲 data 由 AXL 搬去 BXL 咯。我話點解要咁做啊？因為立法會咧經常會問我哋咧唔同嘅問題嘅。咁我話咁 deliver 咗啲乜嘢啊？未 deliver 㗎，都仲傾緊咁樣。咁其實咧，我哋依家咧新一代嘅方向係咧，唔再坑你咧翻工翻咗幾多個鐘頭，呢個價值已經係值錢度咧係低咗好多好多。我哋最重要嘅係你了解咗個問題，直接推出市場，協助到幾多人去解決呢個問題，又有幾多人去完成咗呢個過程，令佢得到佢嘅價值。呢個係 end to end 嘅服務嚟㗎，呢個先至係真正嘅價值咯。咁你會話點解以前唔需要呢？因為以前呢，我哋冇 AI 嘅工具幫手呢，好多時你都好慢嘅。嗱，我俾個例子你啊，大家你諗下，
你有冇再諗過依家咧 YouTube 咧嗰啲video 咧？以前咧我哋由錄影去剪輯、去配字幕、改背景、調色，跟住先出 YouTube，成個過程幾耐啊？第一可能要1個禮拜啦。第二我哋要好多專業人士啦。第三每一個專業人士都係成本喎，係咪啊？咁今時今日唔係嘅，好似我哋今日咁。如果我哋要做得再好啲嘅，第一我哋可以 live 即刻做到俾大家。第二我哋拍完段片，譬如我頭先講嘅嘢有啲聲啊，AI 同我剪咗佢。第三調色嗰度爭少少，幫我調少少色。第四幫我自動配字幕。第五幫我整埋條片，跟住放埋去 YouTube。成個過程做完晒呢件事啊，出埋去啊，都唔使3個鐘。嗱，以前成個過程需要嘅人力、物力、時間，同依家嘅人力、物力、時間係一個改革式嘅大躍進啊！而呢個躍進咧已經係發生咗嘅喎，唔係咧，大家係仲喺夢幻嗰度。而且最特別嘅地方，大家一定要了解啊！呢個過程裡面咧，你需要牽涉嘅成本咧，比過往咧低咗好多，而全世界嘅人做 YouTube 嘅人都係 affordable 嘅喎 ，accessible， 唔使再等啦。嗱，呢一個咁嘅變異咧，如果你難以追隨去向前走嘅話咧，能夠追到嗰啲，佢哋咪有一個好大嘅競爭能力咯。咁呢個就係依家所謂 AI 領袖所具備嘅。咁所以咧，以下3點咧，可能要留意下啦，就係 consultative 嘅 skill 啦，第二國際嘅需要啦，國際嘅認證啦，第三就係 end-to-end 推出市場嗰個時間性嘅能力。咁咧不論係僱主啦，或者過去用傳統方法做生意好成功嘅老闆同領導啦，或者係公營機構啦、半公營機構啦，甚至係私人企業咧，佢哋通常就會話啦，我哋如果咧要做一啲新穎嘅方法，學習一樣新嘢，其實你有冇理論框架同埋方法㗎咁樣？因為點解咧？如果一個做企業生意嘅人，你學習嗰套模式唔能夠重複使用，令到你嘅所有持份者好容易明白，大家一齊去合作而引發咗嗰個 product 或者 service 出嚟，就係 end to end 嘅話，基本上都係失敗嘅。第二樣咧就係咧，就算你嗰個方法論係自己公司發展出嚟，但係你要明白人才嘅流動咧，比過往急促咗好多㗎。你間公司合用，但係去到第二間公司唔合用，咁我想問邊個會去你間公司度學呢？因為你間公司都唔會 guarantee 佢一生會開佢噶嘛。咁所以咧，依家咧世界咧就好前衛地咧已經出咗一啲叫做 AI 管治核心嘅框架。咁而呢啲框架裡面咧，佢每一個步驟咧都非常之明確㗎。而呢個明確嘅步驟咧，令到大家溝通同做任何 AI 嘅項目嘅時候咧，有一套完整嘅步驟同理解，咁變咗我哋咪可以減低咗每一個持份者，包括老闆啦、高層啦、做生意嘅人啦、startup 嘅 owner 啦、中層轉型嘅同事啦、做緊管理同事嘅同事，即係 HR 啦，就算佢唔肯轉型嘅人咧嘅話咧，佢都會有一套嘢可以跟先。或者好 rigid 嘅人，佢都有嘢跟到。咁呢套咧，咪就係 methodology 同埋 framework 咯。咁呢一套 framework 咧，我哋咧國際框架裏面咧就包含5個 domain 嘅5個 domain。第一個就係咪一個負責任 responsible 同 trustworthy 嘅 AI 啦。咁因為大家都聽過啦，可能你睇電影都睇過啦。咁 AI 會唔會管翻人類㗎？呢個係一個好大嘅道德嘅爭議喺嗰個 philosophy 上面。咁我哋依家法律嘅框架之下，同埋嗰個道德標準或者個 guideline 係點做，或者香港政府同中國政府 issue 嘅 guideline 同埋 policy 係點嘅話咧，我哋已經 in place 啦。大家應該有理解先至去運用。好啦，第二啦就係識別商業需求。依家嘅商業需求咧，如果人哋問你，我有一個新 product 入嚟，咁你點做啊？舊模式會話點啊？我去旺角或者銅鑼灣租間鋪啦，跟住裝修啦，跟住去賣咯。喂，咁但係你都完全冇理解到世界嘅轉變嘅。依家唔好話租鋪啦，就咁一個 product 放喺 YouTube 去賣咧，都係失敗㗎。如果你冇運作 AI，了解去你 website 嘅人嘅 profile 嘅特性，即時製造一啲佢
本身特色或者性格上嘅需要，針對性地了解佢，俾到一個適合嘅資訊佢，佢根本唔會買你個 product。咁所以呢個商業需求嘅方式咧，其實已經先進咗好多啦，好多啦。由於 AI 出現，我俾個例子你 ，AI 嘅 marketing，依家仲有冇人去電台賣廣告嘅咧？係咪？大家一齊諗下啦。好，第三啦，就係 AI 嘅核心啦。咁 AI 嘅核心咧係數據。因為呢個世界數據係好多元化嘅，同埋嚟自唔同嘅場景啦、唔同嘅地方。如果你唔能夠攞到正確嘅數據去管治佢嘅話咧，基本上咧個 AI 做出嚟嘅 decision 就會錯噶啦。即係簡單嚟講，如果父母不斷講粗口嘅，個細路成長就會講粗口。咁細路根本唔知呢樣嘢啱唔啱嘅，所以我哋攞嗰個數據嘅質量係好緊要嘅。咁而質量數據嘅管治咧，亦都包含咗喺裡面。而且呢度咧有個點咧要提醒大家嘅，呢個亦都係我哋私隱專員公署咧亦都有一定嘅policy 喺度啦。咁我哋亦都會 cover 埋，咁令到大家咧可以明白，其實呢一度咧你 follow 嘅時候咧係有政府嗰個 guideline 喺度嘅，同埋國際 guideline。好，第四啦，就係管理 AI 嘅模型啦。咁一講到模型咧，如果你睇個英文叫 model 啊，個 model 咁。嗱，咩叫 model 咧？如果就咁講，可能好多人都好難明啊！我又唔識數學，又唔識 statistic 咁樣。咁我用一個最簡單嘅例子俾大家。我想大家喺腦裏面依家幻想你有一個腦喺我隻手度。呢一個咧就係一個小朋友個腦袋咯。呢個就係模型啦。模型佢裡面點解咁重要啊？係因為第日呢個模型佢會好似人類咁樣幫我哋做決定。而呢個模型點做決定？嗱，我哋要點啊？要教佢咯。咁俾啲咩教啊？頭先咪講咗咯，一啲高質量嘅 data 去教佢。嗱，但係個問題嚟啦，當高質量嘅 data 你教咗佢，佢係咪就能夠做到一個高質量嘅決策嘅咧？因此你需要教佢。你教佢點樣去做一個質量嘅決策嘅話咧，就你要理解喎，佢始終唔係一個人類喎，佢好可能咁。所以咧，我問你一個好特別嘅問題：如果一個人類由出世到成長，你只係教佢能力，唔教佢道德，個後果係咩啊？佢就會成為一個大賊，亦都可能成為我哋嘅管理嘅警察。但係就係由於佢冇道德啊嘛，佢咪好可能走兩極咯，走兩極。咁當然佢可以協助香港做一個正好嘅公民係好事，但係佢亦都可以做一個賊啊嘛。咁所以我哋一定要俾道德佢。但係俾道德，大家要明喎，又係要成本嘅喎。而道德嘅標準係乜嘢咧？係我哋本土嘅文化、我哋嘅法律、國際嘅文化、西方嘅法律係邊一樣咧？嗱，呢個咧就係所以 AI 嘅管治嘅核心就好緊要啦。我哋點樣去令佢有一個適合嘅思維、價值觀、方法論、決定論，咁樣去做呢個？點解啊？因為呢個腦袋咧，如果個仔係你生出嚟，18歲佢可以自己負上法律責任。但係呢個 AI 嘅模型係你公司做出嚟，或者係你做出嚟，佢做出嘅一切判斷係你要負上責任同埋法律嘅後果。嗱，呢一個咧係一個非常非常嚴重同埋要重視嘅一點。好，最後啦，就係 AI 解決方案嘅運營化啦。咁大家都想製造咗個腦袋出嚟，咁佢可唔可以自動咁去營運啦？可以，譬如話我以前咧個世界咧就係未翻屋企，翻屋企之後大熱天時翻屋企，咁你翻到屋企就開冷氣咁樣啦。咁如果我製造到個腦袋係控制我屋企嗰啲電器嘅，咁我就會未翻屋企就同佢講，我每日咧大概6點鐘就翻到屋企啦。喺我翻到屋企之前15分鐘同我打掃同埋整理屋企，令我有一個舒服嘅環境啦。咁你同佢講完之後咧，佢就會你未翻到屋企之前咧，每日咧佢就自動開呢個吸塵機啦，自動開洗衣機啦，自動落米咯，自動加水咯，跟住咧自動開埋冷氣。咁咧你嚟到翻到屋企嘅時候，一開門有飯食，有餸食，有人已經打掃，舒舒服服掟低晒啲衫已經有人洗啦。你話幾好咧？呢個成個環境。咁呢個就叫營運方案啦。咁而有咗呢個思考同營運方案嘅話咧 ，AI 咧就會發展到佢嘅相對嘅潛力，同埋而呢個潛力咧亦都發展得相對比較前衛一啲，令到人嘅生活質量去提升咯。好，
咁咧，其實呢一部分咧，我就係頭先講啦。咁所以咧，我就即係俾少少理解大家啦，俾少少理解大家。就係第一就係嗰個法例上啦，法例上咧，依家咧我可以講啦，因為今年係2026年啦，呢一刻嚟講咧，香港嘅法例咧就相對真空一啲。我哋法例嘅發展咧就未去到一個 AI Plus 嘅過程，因為我哋直情訪問過唔同嘅立法局議員啦，我哋咧亦都去過律政司去理解啦咁樣。所以，但係香港由於係嗰個 common law 啊，common law 咧，我哋就會 reference 其他 common law 嘅地方啦，例如 GDPR 啦，就係歐洲嗰邊嘅啦。咁另一個啦就係 AI 嘅透明度啦。嗱，AI 透明度係乜嘢咧？就係當你管治嘅時候咧，好多人會問你，喂，佢做呢個決定係點做㗎？佢會問翻你嘅喎。咁你作為一個開發者嘅話咧，你咪會知道成個決定係點做咯。但係問題又嚟啦，因為太多人咧唔識 technical 嘅嘢、技術性嘅嘢，佢好可能咧問個 vendor 買翻嚟啊。當佢買翻嚟，其實個腦袋係點諗嘢㗎？唔知啊。咁咧你就係一個不負責任嘅商人㗎咯喎。呢個咧未來嘅法例咧，或者歐洲嘅法例咧就唔容許你咁做嘅喎。咁所以咧，你咪要識得 AI 個管治，問問題，問翻個 vendor，你哋當時係點做㗎？document 翻。咁當有官員或者打官司嘅時候要查，你咪有得查到咯。咁呢個第二啦。咁第三點啦，亦都係其中一個大家最 common、最容易踩嘅氹啦。個氹係乜嘢咧？就係頭先我講得好清楚啦，好清楚。我又俾個例子大家，有一對孖生仔喺香港，一個仔咧就喺內地，由0歲到18歲喺內地發展，中國啊東方發展，一個咧就喺歐洲發展咁啦，咁樣。咁我想問佢哋雙方嘅價值觀咧，會唔會唔同㗎？唔使問啦，一定唔同啦。我俾個例子你，喺外國有一個例子咧，就係唔知點解所有外國嘅 AI 咧，都對白人咧佢嘅學習嘅 IQ 嘅評核，同埋白人嘅學習嘅 qualification 咧，覺得佢哋係高啲。佢咧做決定嘅時候，如何選擇一個人咧去一個工作崗位咧，選擇白人嘅可能性係高啲。嗱，呢個咧就係 discrimination。點解咧？因為佢唔係佢想咁做個腦嘅，係因為過去嘅 data 話俾我哋聽咧，白人係比較 superior，所以佢咪今日做個 decision，咪根據過往嘅錯誤嘅理解去做咯。嗱，呢個咁嘅偏差咧，喺香港同埋全世界嚟講咧，其實係犯法㗎。咁所以咧，你製造呢個腦袋同 AI 嘅管治之下，你要提出呢個問題，令到嗰個AI 嘅決定同學習嗰個環境咧，要冇咗呢啲咁所謂 I&D 啦，依家 inclusive and diversity 呢啲咁嘅問題咧，得以公平嚇，亦都係一個人權公平性嘅事件啦。香港亦都有法例保護嘅咁樣。咁呢啲你要留意咯，因為你作為僱主嘛，你喺香港嘛。同埋你或者你係打工嘅，你要協助僱主理解呢一樣嘢。如果唔係，之後會引發嗰個 legal 嘅 allegation 咧，可能會咧更加嚴重㗎。好啦，第二個深度剖析啦，就係嗰個數據啦，數據轉型啦。咁咧，我講個笑話俾大家聽先。咁咧，我哋咧曾經咧都去過一個香港都頗為大嘅Samuel Public 嘅organisation 啦，咁嘅名就唔好講啦。咁咧，我哋 approach 到佢嗰個 AI 嘅高層，都係一個 head of AI 嚟㗎啦。咁我哋話，如果你運用 AI 咧，可能我哋需要好多 data 㗎，咁樣。咁佢第一樣嘅即時反應，放心 ，Professor Wen，我哋成個 data centre 喺度，好多 data 嘅咁樣。其實我哋好失望啊，對於呢間公營機構。點解咧？第一，喺 AI 管治之下 ，data 咧未必係嚟自你公司。你諗下，人點認識你嘅依家？佢由小紅書認識你 ，Facebook 認識你噶嘛？咁都未必由你個 database。好啦，第二，自己公司裡面嘅 data centre，每一個 data 其實咧都有一個擁有者。你未得擁有者准許之下，根本就攞唔到個 data。好啦，就算佢准你攞個 data，佢亦都會問你呢個 data 如何用。如果你放喺 AI 度用咧，佢都未必會准許嘅。好啦，當你准許放喺 AI 用，佢就會問你頭先我哋深度剖析第一嘅問題啦。你個 AI 咧嗰個ethics 係點㗎？點樣思維㗎？
有冇 bias 㗎？你有冇質量㗎？如果你呢啲一卡卡改唔到嘅話，其實咧你有個 data 存在同個 data 用唔用到係兩回事嚟㗎。咁所以咧好明顯咧，各位 AI 嘅領導咧，基本上係冇 AI 嗰個概念喺度。而 AI 嘅概念裏面，其中一部分咧就係數據運用。咁呢啲咧，我哋咧就已經有齊晒一切關於資訊處理管治要留意嘅地方啦、checklist 啦，邊個係持份者啦，持份者應該點做啦 ，technical 嘅持份者同埋商業嘅持份者嘅關係啦，佢哋嘅責任啦係點樣，我哋都齊晒喺度。咁如果你有咗呢個理解嘅話咧，你變咗你作為一個諮詢者或者公司高層同埋 business 嘅橋樑嘅時候，你咪能夠溝通到咯。你溝通到，大家咪順暢咯，順暢咪容易轉型咯，就呼應翻我頭先第2章嘅 slide。嗱，我咧除咗係專業學會嘅同事啦嘅同事之外咧，其實我亦都係一個香港土生土長嘅人啦。咁我亦都好想幫唔同嘅市民啦、唔同嘅 community 啦、弱勢社群啦，同埋轉型人士。咁咧，我真係要再重申一次咧，就係努力改變，有呢個諗法，keep 住學習係啱嘅。但係一定要記清楚，努力唔係盲目。有啲嘢咧已經轉變咗，就係轉變咗。例如依家唔會再開鋪咧去賣書㗎啦。你揾一個啱嘅方向去發展咧，你先會有回報㗎。你盲從去附和咧，最後嗰個結果咧，同你唔努力係一樣㗎。呢啲叫低質量嘅努力咁樣。咁所以我希望頭先講嘅嘢對一眾嘅畢業生有幫助啦。嗱，畢業生嗰啲關於乜嘢啊？就係第一，學習嘅時候要有工作嘅經驗啦。喺大學嗰4年裏面，唔好淨係讀書啦，參與一啲社會嘅專業團體啦。第三就係學一啲國際認證同埋國際嘅標準啦。咁呢個會提高到你哋嘅競爭力，係僱主需要嘅。好啦，轉型人士，第一唔好驚恐先，轉型係好正常嘅。咁我明白有啲轉型人士咧，可能喺一間公司裏面咧已經做咗20幾30年啦。你依家叫我轉型轉唔到，呢一個咧係我哋咪一齊協助你咯，一齊協助你。第二，千祈唔好固步自封、自我貶值。我學嘅嘢都係舊㗎啦，冇用，完全唔係。如果你喺法律上有一定嘅理解，做咗30年，咁你咪蓋多一層 AI 落去，咁咪係就係依家需要嘅咯。你係 accounting 嘅。你 accounting 嘅 financial account management accounting 呢啲好重要噶嘛？你咪蓋多一陣 AI 落去，你咪變咗一個依家需要嘅轉型人士咯，咁樣。所以咧，你識得用呢個方向諗，識得揾到渠道嘅話，其實你仍然都有價值，市場上仍然都係需要你噶嚇。唔好固步自封，唔好自我貶值嚇。我亦都希望可以協助到大家，因為咧。我哋都諗咗好耐，點樣喺香港係一啲相對比較 mature 嘅城市，佢嘅發展嘅需求咧，同啲新生嘅國家，例如印尼啊、菲律賓啊、所羅門群島啊，嗰啲係唔同㗎。我哋已經係發展咗嘅金融中心、專業服務嘅中心咧嘅話咧，我哋嘅需要係唔同。學習世界嘅標準、世界嘅認證咧，係較為適合我哋呢一度嘅mid-age 嘅 professional 或者 working professional 嘅需要。好，嚟到呢度咧，我諗我要請 Hong Kong U 嘅 Space 嘅同事做少少介紹啦。係咁，大家好啊！咁我哋其實 Hong Kong U Space 啦，咁其實就同PMI 香港分會啦，咁其實都有一個合作去做一個課程嘅。咁嚟緊其實就會係即係大家都會係 launch 到會可以參與呢個課程㗎啦。咁我哋個課程就叫做人工智能轉型資訊項目領導力深造文憑啦。咁係一個資歷架構第6級嘅課程嚟嘅。咁入邊就有包括咗唔同嘅學科，譬如好似係我哋嘅 Project Management Fundamentals 啊、Agile Project Management 啊，又或者係 AI Project Management for Business Transformation 呢啲咁樣嘅唔同嘅科目啦，咁就希望即係涉獵咗除咗Project Management 呢個範疇之外，咁亦都重點咁講翻下，譬如好似我哋今日所同大家所講嘅一啲關於 AI 嘅一啲嘅知識啦。咁其實當同學如果每完成咗一個學科嘅話，咁其實
都會得到翻相應嘅有效嘅培訓時數啦，又或者係專業發展單位。咁同學亦都可以去報翻一啲相關嘅公開全球認證，或者係維持PMI 專業認證嘅一啲持續進修嘅要求嘅。咁如果你哋想了解更加多嘅話，都可以 contact 翻我哋嘅同事去揾多啲資料嘅，係啦。如果如果你哋想攞啲資料嘅話，咁亦都可以 contact 翻我同事啦，咁 Judy 嘅，咁你哋就可以見到佢個 email address 喺嗰度啦，或者打電話去揾我同事都 OK 嘅。咁因為我哋暫時個課程都未fully launch 啦，咁所以如果你有興趣嘅話，亦都可以用呢個 QR code 填一填你哋嘅資料先嘅。咁我哋遲啲就會再 contact 翻各位啦，咁去再俾翻多少資料你哋啊，去解答翻你哋嘅問題嘅，係啦。咁我哋今日嘅分享就差到唔多呢度啦，去到係啦 Q&A 啦，係啦。咁睇下大家有冇咩問題想問Professor Wen 啦。隨便問，希望今日幫到大家。咁亦都睇睇live 嘅聽眾有冇人喺有冇咩問題？咁不如我問先啦。咁其實頭先啦，你都提到話有大約85%嘅 AI 項目其實都係嘅失敗，都唔係一定係關於佢哋嘅技術性嘅問題，而係治理嘅問題啦。咁喺過往嘅實踐嘅經驗之中咧，咁最常見嘅治理陷阱，你會覺得係邊啲啊？同埋CPMAI 嘅框架入邊點樣可以幫助到呢啲機構去避免可能其中一兩個最主要嘅陷阱咧？好，Doctor Chan，首先多謝你呢個問題，係一個好 common 我哋撞到咧去做 consultancy 即係諮詢嘅時候咧，我哋發現到嘅。但我先用一個例子問下大家，係啦，一個用開筷子嘅人，你突然要佢用刀叉食飯得唔得咧？困難，就等於喺傳統嘅框架之下，用傳統嘅方式去做生意，去做呢個營運，佢已經成功咗幾十年。要個 business leader 去改變咧，係非常困難。所以我哋咧發現到最大嘅困難根本上唔係技術，最大嘅困難亦都唔係冇 service provider，更加唔係因為咧冇嗰個 AI 人工智能嘅存在，係人類唔明白如何管治、如何運用有信心同埋有適當嘅價值觀去處理佢。嗱，譬如我俾一個quick answer 答案咁啊，就係好多時咧啲領袖咧仍然抱住一個舊觀念。我用咗 AI 之後咧，我會唔會每一個 business 嘅決策程序都有100% 嘅肯定㗎？其實呢一句説話本身已經係錯，因為 AI 咧佢咧係唔用以前嗰個決定論去做一個思維框架，佢就利用嗰個咧 probabilistic 概率論。咁所以呢個如果個 mindset 本身咧嗰個 business leader 都未變咧，其實已經 block 咗成個改革嘅方向。咁而我哋嗰個國際嘅認證啦、國際嘅框架咧，其實對呢方面係非常之明顯嘅，即係令佢哋有所明白啦。同埋我亦都想呼籲下啲中層嘅同事或者係轉型人士咧，其實如果你哋學咗咧嘅話咧，你反而可以令佢哋去理解得到，其實世代嘅轉變嘅會更加容易咯，因為你有背景嘅支援同 support 啦咁樣。咁所以咧呢一個咧，我哋係即係推出較為前衞同埋切合香港人嘅需要嘅內容。咁我再問一條問題啊，咁譬如特區政府咁而家大力推動緊 AI Plus 嘅政策啦，咁有好多唔同嘅機構都係從試點入邊咁走去規模化嘅應用嘅。咁你認為喺香港嘅機構入邊，如果採用咗 ISO 42001同埋CPMAI 嘅呢個全球嘅標準嗰陣時啦，咁最大嘅機遇同埋挑戰會係啲咩嘢類型嘅嘢咧？哇！呢條係一個好問題喎。喂，你問條問題好似啲高管問咁嘅高管問。嗱，首先大家幾樣嘢。第一，你要明白香港咧係中國嘅一部分。咁咧，香港咧係一個背靠祖國、面向世界嘅地方。所以咧，我哋咧不特只有自己嘅法律，我哋亦都要了解祖國嘅法律，更加要理解西方嘅法律。咁咧，我哋點解要有一個標準同框架同埋方法同埋嗰個領導力咧？係因為咧，
我哋喺唔同情況之下處理生意咧，有唔同嘅要求嘅。嗱，譬如咧有一個要求咧，我想提出同大家話聲，即係提醒一下，就係如果你嗰個服務係會牽涉到歐洲人嘅話咧，或者你嗰個服務裡面有歐洲人會運用嘅話咧，我哋一定要 follow 歐洲喺 AI 嘅法律要求。哇！呢一個對好多人都好 surprise 㗎，即刻好 surprise。咁呢一類嘢咧，如果我哋喺呢個學習過程嗰度已經理解咗嘅話，我哋第日推出個服務咪唔會踩到一個法律嘅陷阱氹咯。咁你咪會能夠有好順暢去行啦。好啦，第二，如果你嘅服務本身可能會引發有東方嘅人去運用嘅，咁佢哋唔同地方咧會有法律嘅要求，同埋佢哋政府嘅框架。好似我哋咁啦，香港特區政府其實都出咗成4-5份嘅 official document 咧，俾我哋商業界咧 follow 咧。譬如話人工智能如何運用嘅 AI 啊，佢嗰個道德標準應該係點啊？如果我哋明白咗呢啲，你推出嘅時候就會較為更加順暢，同埋令用家更有信心向前走。今日時間都差唔多啦，咁如果大家對於我哋個課程有興趣嘅話，咁歡迎你去聯絡翻我哋啦，又或者你經過我哋 QR code 嘅話，去登記翻一啲你嘅個人資料啦。咁我哋遲啲都會再聯絡你嘅。好，咁多謝晒今日嘅參與，多謝晒 Hong Kong U Space 嘅 Dr. Chan，Thank you。